有不少的游客会到家人的雕金公园来翕相打卡，有网友来嗨餐，讲起这个公园翕结婚相，竟然互要求要收费6000块，这敢无合理的？主管单位讲，若毋是商业的行为，就袂另外搁来收钱。教会超好势，比一个 pose 日头光搁照落来，伫咧家人雕金公园安怎翕安怎水，毋过传出民众去遐翕相，竟然互要求爱收6000。有翕新娘仔衫的团队伫咧网络顶铺文，讲本来要翕新娘仔衫的相片，竟然互讲爱收6000，拄到咁那一个人。来到这有飞天扫帚会当翕，阁有古早时代恐龙会当翕，不过安尼一个翕都爱啉6000，这敢合理？这边拍照要收费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拍个婚纱要600，要6000块。那个不愿停人家那个风景也很好，人家就没有在收费的。来看海科馆的说明，所在使用费半工爱6000，用规工的变万里。毛民众讲，比起边仔的网友国，今日当听伫咧龙五高地到101高地，同款嘛爱收6000。个人拍摄婚纱就是不是属于一般商业性质的广告以及电影拍摄，而且它也不会影响到一般游客参观的权益。那基于这样的原则，我们的那个就是决议的部分是不会收取额外的场地费用。受欢迎的所在是恐龙园区，即马是由家人市府费挂兴奋，收费标准会看敢是商业行为，敢爱情所在，敢会影响其他游客。若是个人的特别收钱，造成误会会搁再改善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